大家好，我是欧阳靖。我成长环境蛮特别，是因为妈妈是艺人，对。但是这个对我来讲，并不是我儿童成长环境中最特别的片段。最特别的是，因为我的父母非常喜欢动物，所以我们家养了很多很多的流浪狗，我们养了好几百只流浪狗，几乎是在一个动物园长大的那种感觉。爸爸妈妈因为真的很有爱心，所以他们对于动物跟对我是一视同仁。对，所以这一视同仁意思就真的是包括吃饭，然后包括生活打理，他们可能会比较忽略我，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然后又加上妈妈是名人，所以就不管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会被同侪、被长辈，甚至是被媒体放大检视。所以其实对我来讲，这个成长环境不是这么的快乐。我爸爸其实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养动物了。对，那他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人，他不能够接受为什么有人当你喜欢这只动物的时候，你就把它当成你的宠物，可是当你不喜欢它了，或觉得说哇它长大了不可爱了，你就把它当成垃圾一样丢掉。捡都是我爸捡回来。那我妈妈非常的会照顾动物，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捡回来一些狗是重病啊，我妈都可以把它养活。对，所以其实就因为这样，所以我爸就一直捡。我父亲在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过世的。父亲过世之后，变成妈妈要一肩扛起重担。到了后期，就是我们家真的养太多了，就是多到我妈妈没有办法去工作，欠了很多债务，然后也就是房子也被法院查封，然后我家没电视、没水、没电，所以其实是外人比较难以想象的是，我曾经跟我妈妈，我们是度过一段非常穷困的岁月。会怪到父母，会觉得说，如果说你们当初就决定说你们要养这么多动物，把你们的生活时间跟你们的生命都付诸在动物身上的话，那你们为什么当初要把我生下来？对，因为我被生下来之后，我并没有过得很快乐，曾经有过。那这个东西其实也一直影响到我后来，青少年时期，在16岁那时候得到忧郁症。我从小其实非常胖，那我在忧郁症那段期间，我瘦，然后我还得厌食症，所以其实我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就很奇怪，没有办法做任何正面的想法。它不是说1个礼拜、2个礼拜就1个月就会好的，它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去解决的一个症状。那确实，我忧郁症非常久，忧郁症整整6年。台湾的医疗对于忧郁症还不是很健全，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寻求太大的医疗帮助，所以我就是跟妈妈，我们2个人就共同面对。那段时间其实就靠着一直跟妈妈沟通，聊关于我们童年的时候的事情。我为什么会埋怨我的父母，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你们的小孩，你们为什么没有关心我？可是当时我试着跳脱，我发现说，如果说我是以一个旁人来看的话，我真的会觉得我的父母超伟大，他们对于自己亲生的小孩跟不同物种的动物是一视同仁。我觉得就是学会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事情，这个还蛮重要。像我现在就是一个超级正面的人。我一开始跟我妈妈说我要跑马拉松，我妈整个哈马什么马什么，因为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拉松，她只知道我小时候是运动白痴，体育成绩都是一直是全班最后1名，而且我从小就胖，所以只有打躲避球的时候大家会一直打我。2013年第一次跑完人生中第1场全马，在日本。那我那个时候跑完第一件事情，我就打月亮电话给我妈，说那个我跑完了。就后来回台湾才知道，她说她电话挂掉之后，她大哭。我过去的自己其实以我现在来讲，我会觉得还蛮感恩自己过去曾经有算是一个比较在阴影中的青少年时期，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经过那个时候，才能让现在的我觉得这么快乐。
每天都是很期待的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也知道我的这个成长的经历故事影响了一些人，虽然很痛苦，那段时间真的是身心灵都非常煎熬，非常痛苦，然后当然也是让妈妈也很辛苦，但是不要放弃，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厉害。我现在都在想说，如果那个时候的我知道会变成现在这样，真的是完全不可能想象的事情。因为我以前是一个非常自卑、没有自信，然后裹足不前，然后一直自我保护过度的一个人。可是现在的话，我什么事情都敢尝试，然后很享受当下的生命历程中所有的阶段。我知道那个感受，所以我现在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是我说的